你有冇發覺最近行一轉條街，身邊啲鋪頭好似倒水咁樣，一間跟住一間執笠。以前放工行過最旺嗰幾條街，全街都係嘢食嘅香味，排隊嘅人浪。但係而家淨係見到一塊又一塊嘅招租白紙，冷清到令人心寒。如果你覺得執埋啲高檔餐廳、貴價名牌同埋我哋普通人冇關，咁你就真係諗得太簡單啦。今次呢個餐飲業海嘯已經蔓延到每一個人嘅身邊。美國連鎖漢堡巨頭 Five Guys 喺香港核心地段頂住每個月50萬港元天價租金嘅鋪位，話執就執，連眼都唔眨下。如果話呢啲係美式貴價漢堡，係中產橫溢，頂唔順都好正常。咁你又點諗到，連一向被封為窮人恩物，喺疫情期間救活咗無數打工仔嘅平民兩餸飯，全香港開到周街係嘅龍頭連鎖店，最近竟然都頂唔順，一連氣執咗4間分店。呢個絕對唔係普通嘅經濟低迷，亦都唔係過渡期嘅陣痛，而係一場百年一遇，將成個香港餐飲業徹底推倒重來嘅大洗牌。今日我同大家由淺入深，撕開呢個繁華都市背後嘅餐飲業血淚史，睇下消費降級呢個4個字到底係點樣一爆卜，好似一頭怪獸咁樣將香港嘅老字號、中產飯堂，甚至係平民恩物逐一吞食。講起 Five Guys， 相信大家都唔會陌生。呢間嚟自美國嘅漢堡店，大約喺2018年進軍香港。當年第一間鋪開喺灣仔嘅時候，個勢頭真係一時無兩。全香港嘅潮人、中產、外嘅人士，甚至普通學生哥都肯花成個鐘頭去排隊，就係為咗買一個用錫紙包裹住、熱辣辣、芝士融化晒嘅漢堡包，再加一袋用花生油炸多到死出嚟嘅薯條。喺嗰個時候，一個漢堡包賣接近100蚊，買齊一份餐加埋杯奶昔要成150港元，甚至接近200蚊。大家去買去消費，完全唔會眨眼，因為嗰時大家手頭上真係有錢，覺得呢個係一種生活品味，係一種對美式高質素快餐嘅追求。但係時移世易，當初幾咁風光，今日就有幾咁慘淡。今次傳出結業嘅分店，每個月嘅租金高達50萬港元。你想象一下，一個月50萬租金，未計人工，未計食材，未計水電費，一日一開門，未做生意就要有萬幾2萬蚊俾業主。喺以前香港經濟黃金期，或者2019年之前，呢啲核心地段嘅50萬租金對呢類國際巨頭嚟講，簡直就係九牛一毛，當做廣告費都塞得翻入去。但係嚟到2026年嘅今日，當你發現條街嘅人流少咗一半，留低落嚟嘅本地人又唔肯大手大腳使錢嘅時候，呢個50萬一個月嘅無底深潭就變成咗直接勒死鋪頭嘅最後一條繩索。高檔或者中高檔餐飲嘅倒下，我哋可能仲可以歸咎於中產移民潮，或者外籍員工減少，商務客唔嚟香港。好，咁我哋就睇下最貼地、最能夠反映香港基層同埋一般打工仔生活現狀嘅指標——兩餸飯。兩餸飯嘅崛起可以話係香港飲食界嘅一個神話。大約喺2020年至2022年呢段疫情最嚴峻嘅時期，全港實施晚市禁堂食，大批酒樓、茶餐廳因為冇得做晚市而紛紛倒閉。喺呢個時候，兩餸飯好似雨後春稉咁樣開到遍地開花，30幾蚊，有魚有肉，有大蝦有蒸水蛋，熱辣辣，大盒到飯盒都蓋唔埋。嗰陣時，無論係30幾歲嘅文職白領，定係50幾歲嘅地盤師傅，甚至係住喺豪宅區嘅中產家庭，邊個未排過兩餸飯嘅長龍？兩餸飯直情被譽為香港嘅經濟晴雨表，只要兩餸飯開得越遮天蔽日，就代表大家越需要慳錢。但係估唔到連呢個最底線嘅平民救星都開始頂唔順。最近呢間知名嘅兩餸飯連鎖店突然之間宣布連關4間分店，呢個消息對餐飲界嚟講震撼程度絕對唔亞於名牌餐廳執笠。點解？因為如果連賣30幾蚊一盒飯做量產化，最貼近基層市道嘅鋪頭都頂唔順要收縮業務，咁即係代表香港人嘅消費降級已經去到一個連平民消費都承托唔起嘅極端地步。到底背後發生咗咩事？點解香港餐飲業會由以前嘅美食天堂變成今日嘅執笠天堂？我哋一定要由宏觀嘅經濟心理學去分析。首先，我哋要明白咩叫真正嘅消費降級。消費降級唔係話大家完全唔食嘢，而係大家嘅消費預算出現咗斷崖式嘅下跌。以前一個普通打工仔，約甚當佢2萬幾3萬蚊出糧嗰陣，星期五夜下或者周末，總會想同男朋友、女朋友或者屋企人去食餐好嘅，去日本料理食個壽司，每人放低500至800港元，覺得好正常。平時返工食晏，食個70-80蚊嘅茶餐廳特餐，亦都唔會覺得痛。但係呢1-2年，成個香港嘅財富效應徹底消失咗。你睇下個樓市，由2021年嘅高位跌到落嚟，好多人喺30多歲、40多歲買樓上車，諗住安居樂業，結果而家層樓變咗負資產，身家賬面上蒸發咗幾百萬。再睇下個股市，反反复复，
好多股民嘅身家都縮晒水。當一個人見到自己最重要嘅資產層樓同埋啲股票不斷貶值嘅時候，佢內心會產生一種極大嘅不用長滾。就算佢今日份工仲保得住，每個月依然有幾萬蚊人工入袋，佢都絕對唔敢再好似以前咁樣消費。於是全港市民一齊開採咗防禦性消費模式。以前返工食晏食80蚊，而家覺得太貴啦，不如食50蚊嘅連鎖快餐店。過多幾個月，覺得50蚊都係貴，不如去排隊買35蚊嘅兩餸飯。再到今日，連35蚊嘅兩餸飯，大家都要諗清諗楚，甚至開始自己帶飯，或者去超市買過期減價嘅麵包。當每個人都自動自覺將自己嘅消費檔次向下移一格嘅時候，成個餐飲業嘅金字塔就由頂層開始坍塌。最先死嘅係人均消費400至800港元嘅中高端餐廳，呢個檔次最尷尬。佢哋既冇頂級米芝蓮餐廳嗰種專做富豪生意，不受經濟影響嘅免疫力，又冇平民快餐店嗰種酒量嘅優勢。呢班餐廳面對嘅客群，正正就是受經濟打擊最深、最急切需要慳錢嘅中產階級。當呢班中產唔再嚟消費，呢啲中高端餐廳就只能夠乾等。當呢啲中高端餐廳做唔落去，佢哋為咗生存就會減價，搶走下一層，即係人均消費100至200港元餐廳嘅生意。而原本人均100蚊嘅茶餐廳，見到對手減價，自己又唔夠人嚟，就只能夠再減，或者轉做兩餸飯。結果成個市道就變成咗惡性競爭。大家可能會話，既然兩餸飯咁符合消費降級嘅趨勢，點解連鎖兩餸飯都會連執4店呢？呢個就涉及到成本與市場飽和嘅雙重夾擊。你要明白，兩餸飯可以賣到30幾蚊，佢賺嘅絕對係辛苦錢，利潤薄如刀片。佢哋要靠咩賺錢？答案係高流轉率，即係俗稱嘅翻台率或者出餐量。一間兩餸飯鋪頭，一日起碼要賣出幾百盒甚至上千盒飯，先至能夠平分得條街嘅天價租金、人工同埋食材成本。但係當全香港各大酒家、茶餐廳，甚至連泰國菜、越南菜館都因為唔夠生意，而喺門口擺個檔口出嚟賣埋一份兩餸飯嘅時候，呢個市場就由供不應求變成咗極度飽和。以前全條街得你一間兩餸飯，全區嘅打工仔都湧過嚟。而家行兩步就有一間，甚至連大型連鎖超級市場都加入戰團，賣埋一份20幾蚊嘅兩餸飯。喺客源被嚴重分流嘅情況下，連鎖兩餸飯鋪頭嘅每日出餐量自然大跌。當出餐量一跌，薄利多銷嘅神話就破滅咗。更致命嘅係成本問題。呢幾年雖然經濟唔好，但係香港嘅營商成本從來都冇跌過。食材價格因為環球通脹不斷上升，由內地落嚟嘅蔬菜、肉類、物流成本全部都貴咗。人工方面，香港餐飲業長期面臨人手短缺，你唔出到18000港元，甚至2萬幾港元一個月，根本請唔到一個熟練嘅廚師或者洗碗阿姐。最硬淨、最唔肯放手嘅，依然係香港嘅地產霸權租金。好多人以為市道咁差，業主一定會減租啦。現實往往相反，好多大發展商或者老牌業主，佢哋寧願將間鋪空置喺度，寧願封住佢長達1年2年，都絕對唔肯輕易減租。因為喺香港嘅金融遊戲規則入面，商業物業嘅估值係直接同租金掛鈎嘅。如果業主減租30%，層樓嘅估值可能就會跌幾千萬甚至幾億，民行就會即刻要求業主補倉或者 call loan card。為咗保住層樓嘅估值，業主寧願由得間鋪執冧，都唔肯減租同商戶共度時間。喺租金高、人工高、食材高呢3座大山嘅壓迫下，再加埋營業額大跌呢個致命傷，平民兩餸飯嘅利潤被徹底榨乾。當佢哋每做一盒飯都喺度蝕緊錢嘅時候，連關4店去止蝕就變成咗唯一可以生存落去嘅策略。講到呢度，我哋不得不提另一個將香港餐飲業推向深淵嘅超級黑洞——北上消費潮。呢個現象，相信每一個香港人都感同身受。每逢星期五下午開始，甚至到咗星期六、星期日，香港嘅各大好玩深圳灣、羅湖、落馬洲、高鐵西九龍站，全部都擠滿咗密密麻麻嘅香港人。以前20多歲嘅後生仔，放假會約埋去旺角行街，去銅鑼灣睇戲食飯。而家大家一放假就自動自覺拎起張回鄉證，或者開個電子錢包，直接搭地鐵或者巴士衝過羅湖橋。點解大家咁鍾意去深圳消費？原因非常簡單直接，就係2個字：性價比。喺香港，你2個人去一間普通嘅廣東菜館或者商場餐廳食飯，隨隨便便叫個小炒、1碟菜、2碗飯，埋單計數起碼要3000至500港元，而且你仲要受氣，因為香港餐飲業人手不足，侍應通常都做到等斗，面口黑黑黑催你落單，食完未抹嘴就急住收你隻碟，趕你走要做下一輪生意，限時45分鐘或者1個鐘頭堂食，
喺香港已經變成咗常態。你花咗幾百蚊買翻嚟嘅唔係享受，而係貼錢買難受。但係當你用同一個金額，甚至只需要花費大約200至300港元人民幣，翻到深圳可以享受到咩服務？你可以坐喺一間裝修得美輪美奐、空間感極大嘅餐廳入面，享受住無微不至，甚至媲美海底撈式嘅貼心服務。你想坐幾耐就坐幾耐，冇人會趕你走。叫個潮汕牛肉火鍋、烤魚或者椰子雞，食材新鮮，分量大到2個人食唔晒。對於香港嘅消費者嚟講，呢個對比簡直係一種降維打擊。大家嘅錢都係辛辛苦苦賺翻嚟嘅，既然喺香港使100蚊只能夠買到50蚊嘅價值同埋劣質嘅服務，咁我點解唔將呢100蚊留到週末，翻內地當做200蚊咁樣使，做個大爺？結果就導致咗一個極端恐怖嘅現象，香港嘅餐飲市道出現咗星期1至4拍烏攀，星期5、6日變死城嘅奇特景象。以前週末係餐飲業賺錢嘅黃金時間，靠禮拜6日2日嘅營業額就可以補貼翻星期1、2嘅清淡。而家呢個營收結構被完全扭曲，週末反而成為咗本地餐飲業最痛苦嘅日子。因為大批有消費力嘅本地人都北上咗，留喺香港嘅一係就係要返工走唔開嘅基層，一係就係完全唔想使錢，留喺屋企煮公仔麵嘅人。當本地人全面撤離香港消費市場，咁我哋一向依賴嘅遊客呢？內地遊客唔係開放咗好多自由行城市咩？點解救唔到香港餐飲？如果你仲抱住內地遊客會嚟香港瘋狂買嘢食爆參翅肚嘅舊思維，咁你就真係完全脫節啦。時代變咗，嚟香港嘅內地旅客，佢哋嘅消費模式同樣經歷緊劇烈嘅消費降級。大約喺2010幾年嘅時候，內地遊客嚟香港主要目的係買名牌、買金飾、去高級酒樓食海鮮。但係嚟到今日，內地嘅電商平台發展得太成熟，名牌甚至直接喺內地買更方便、更平。至於餐飲，內地本身嘅餐飲業內捲得比香港厲害10倍，各種新奇有趣、高質素嘅餐廳應有盡有。佢哋根本唔覺得香港嘅高檔餐廳有幾大吸引力，於是而家最流行嘅旅遊方式叫做 City Walk 城市漫步。內地嘅後生仔女小紅書嘅霸組嚟香港唔再係為咗使錢，而係為咗打卡。佢哋會成群結隊，手持一杯自己帶嚟嘅嘢飲，或者去便利店買支幾蚊嘅水，然後行去堅尼地城海旁睇日落，去油麻地警署門口影張相，去中環嘅石板街行下，又或者去麥當勞度買個幾十蚊嘅麥當勞快餐，坐喺路邊影張相上傳去社交平台。呢種只打卡不消費嘅旅遊模式，對香港餐飲業嚟講，簡直就係雪上加霜。一間位於旅遊區、月租幾十萬港元嘅老字號茶餐廳，以前每日朝早開門，門口排隊嘅全部係準備大花一筆嘅遊客，一坐低就點招牌蛋撻、菠蘿油、炒蛋、鮑魚通粉，人均消費過百。而家呢，門口依然有人排隊，但係啲人排隊只係為咗影餐廳個招牌，真正入去坐低食嘢嘅人少咗。就算入到去，好多人都係2個人 share 一個餐，食完影完相就即刻走人。面對本地人北上，外地遊客不消費，本地營商成本高企呢3箭穿心，最慘烈嘅受害仔往往係香港最引以為傲嘅老字號。呢1、2年，我哋聽到太多熟悉嘅名字宣布結業，有開業30年嘅街坊茶餐廳，有傳承咗2、3代人做咗50年嘅傳統餅店，亦都有享譽盛名嘅海鮮酒家。每一間老字號執笠嘅時候，老闆寫出嚟嘅告別信，字裏行間都充滿咗無奈同埋心碎。好多老字號，佢哋嘅店鋪其實係自己物業，按道理講，佢哋唔使面對50萬1個月嘅天價租金，應該最能夠放行經濟寒冬。點解佢哋都選擇放手？因為心灰意冷。老字號之所以能夠維持幾十年，靠嘅係一份情懷，靠嘅係街坊鄰里之間嘅熟客網絡。老闆每日朝早4、5點鐘起身準備食材，見到熟客入嚟打個招呼，傾下家常，就算賺得唔多，都覺得有一份滿足感。但係當今日，老闆企喺廚房望出去，成間鋪頭空蕩蕩，一個朝早得嗰幾個人入嚟，而且每個人都眉頭深鎖，雞住。以前嘅老街坊，移民嘅移民，北上嘅北上，搬走嘅搬走，再加上人工成本不斷上升，想請個後生仔入行做傳承，根本冇人肯做。老闆自己可能已經60多歲或者70多歲，身體開始出現各種毛病。下一代見到開餐廳咁辛苦，利潤又咁薄，又唔願意至少。在這種情況下，面對一個完全看不到前景，每天開門都在虧損或堅等嘅時間，這班老字號的老闆終於想通了。他們會覺得，我辛苦了幾十年，建立這個品牌，難道就是為了在人生最後的階段，每天看着空蕩蕩的店面發愁，然後把自己辛苦賺回來的積蓄，一天一天的補貼進去這個無底深潭嗎？不如趁住品牌仲有一點名氣，走得大方一點，給香港人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於是，一間又一間承載住幾代香港人雜步回憶嘅老字號，
就咁樣喺呢場消費降級嘅海嘯之中拉落咗鐵欄，永遠成為咗歷史。睇到呢度，大家可能會覺得好悲觀，覺得香港餐飲業係咪要玩完啦？係咪全香港嘅條街最終都會變成廢墟？其實危機從來都係危入面包含住機。香港餐飲業而家經歷緊嘅係一場極其痛苦，但係又忽體面嘅結構性大洗牌。呢場洗牌正在將過去幾十年香港餐飲業積聚落嚟嘅破漠、不合理嘅高成本以及落後嘅經營思維，用一種最殘酷嘅方式進行清洗。邊個可以喺呢場大洗牌入面生存落去？第一類是轉型速度極快，將極致性價比做到出神入化嘅鋪頭。大家唔好以為消費降級就等於冇生意做。你睇下而家開到周街都係嚟自內地嘅平價茶飲品牌，或者係一啲主打效率、數碼化管理嘅新式快餐店。佢哋一隻燒味雞髀、一碗粉麵可以做到20多港元、30蚊有交易。佢哋點樣做到？佢哋唔會去租每個月50萬嘅合新街鋪，佢哋會選擇租偏遠少少或者商場2樓、地庫等租金平一大截嘅地方。佢哋全間鋪頭高度自動化，用手機 app 落單，自動出餐機，中央廚房統一配送食材，將人工成本壓縮到最低。呢類餐廳賣嘅嘢雖然少咗一種傳統茶餐廳嘅人情味，但係佢哋勝在夠平、夠快、夠標準化。喺大家荷包乾渴嘅年代，呢類能提供穩定產出、價格極具競爭力嘅極致效率型餐飲，將會徹底取代傳統中低端茶餐廳嘅位置。第二類是專做極端高端或者無可替代體驗嘅頂級餐廳。前面講過，受影響最大嘅是中高端餐廳，但係如果一間餐廳能夠做到全香港甚至全世界獨一無二，佢嘅客群依然存在。因為無論經濟幾差，社會上最頂尖嘅那一班富豪或者擁有極高資產嘅階層，佢哋嘅財富其實並冇受到太大影響，他們需要的不是性價比，而是顏值、尊貴感，而且極致的烹調藝術。這類餐廳只要維持到水準，依然可以活得很好。第三類，亦都係最需要轉變思維嘅，就是願意放下身段，主動擁抱內地市場和新技術嘅本地餐飲創業者。以前香港餐飲業有一種莫名其妙嘅傲慢，覺得自己係美食天堂，內地嘅餐飲好落後。但係今日現實已經調轉咗過嚟，內地餐飲業在服務、營銷、數碼化管理，甚至口味研發上，已經遠遠將香港拋在後面。醒覺過嚟嘅香港餐飲人已經開始學習內地嘅做法。你睇下最近開始有香港嘅茶餐廳懂得利用小紅書、抖音做宣傳，推出一啲專門吸引內地遊客前來打卡嘅創意產品。有餐廳願意引進內地嘅先進管理系統，精準控制每日嘅食材損耗、到店打品，甚至有香港本土品牌反向操作，將分店開去深圳、廣州，利用內地較低嘅租金和人工成本去開拓一個更龐大嘅市場。這場大洗牌其實是在逼使香港餐飲業打破以前躺着賺錢嘅舒適圈。過去30年，香港餐飲業之所以蓬勃，很大程度上是搭上了香港經濟騰飛、地產市道瘋狂以及內地自由行開通嘅歷史紅利。那時候，只要你位置好，就算你煮嘅嘢食平平無奇，侍應態度差，租金貴，你都一樣可以賺到盤滿缽滿，因為市場上有太多錢喺度流動，消費者不計較。但係今日當所有紅利退去，大潮退咗，邊個冇着苦就一目了然。現在留下來的是真正的實力大比拼，你必須要在租金、人工、食材這三項硬性成本之中找到最完美的平衡點。你必須要提供令消費者覺得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嘅食物同服務，他們才願意從口袋裏拿出寶貴嘅金錢。對於我們普通消費者來說，這場大洗牌短期內可能會讓我們感到唏噓。我們看到熟悉的街道變得陌生，看到陪伴我們成長的老字號一間間消失，確實會有一種時代終結嘅失落感。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市場自我調節嘅必經過程。當天價嘅租金泡沫被徹底擠破，當傲慢嘅餐廳老闆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嘅服務態度，當整個行業開始重視效率和性價比嘅時候，或許在不久嘅將來，一個更加健康、更加貼近大眾需求、更加具備韌性嘅新香港餐飲生態，將會喺這片廢墟之中重新建立起來。下一次當你行過條街，見到又有一間每個月50萬租金嘅巨頭結業，或者見到你家門口嘅兩餸飯票頭拉客嘅時候，大家不用太過悲傷，這不是終點，這只是一個舊時代在向我們告別，而一個全新嘅時代正在以一種真來喐弄嘅方式向我們走來。